今早起举行传习会，对美国总统川普的美国企业投人有17件。习近平讲，台湾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稳定，呼吁美国处理就要定真。国防特别条例予纳白台4700亿，也若对应台指示国防部搁再提出特别条例追加预算和扩大年度预算等等，合法合规赶紧来做。为民将这支弹弓大桥奥多摆道上过的通车头一天，就拄伫咧奥多摆道顶头用身体去量跨度吸影片拖上网络，也若这款的违法行为就要食罚单。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5月14 AM 新闻，我是嘉豪。新闻一开始，赶紧来关心这传习会。讲到在今日早起举行的这个传习会呢，双方除了针对着台湾关税、科技竞争等敏感议题交换意见以外呢，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是搁再提出，把这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当作是未来两国互动的新方向。那这届传习会台湾议题永远是中国谈话的重点。习近平就表示讲，台湾问题影响到中美关系稳定，还有美国处理就要定真。不过会后呢，伫咧美国白宫所提供的会谈摘要内面，无看到双方谈论台湾。美国总统川普14访问北京，川普先伫人民大会堂头前接受盛大欢迎仪式，了后双方伫友好气氛之下展开会谈。习近平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定位做两国未来关系新方向。川普是俄罗斯习近平是优秀的领导人，希望两国关系愈来愈好。中美之间的共同利益大于分歧。中美各自成功是彼此的机遇，中美关系稳定是世界的利好，应当做伙伴而不是对手，相互成就，共同繁荣，走出一条新时代大国正确相处之道。The longest relationship of our two countries that any president and president. People don't know. Whenever we had a problem, we worked it out very quickly. And we're going to have a fantastic future together. 伫2点外钟的闭门高层对话内底，双方讲到台湾关税、科技竞争、甲伊朗战争等议题。美国国防部长赫塞斯甲中国国防部长张军斗阵伫谈判桌，也批认为是甲过去无甲同款的现象。对台湾议题，中国官媒新华社甲央视拄仔伫会谈结束了后，马上发布新闻稿。中国外交部也伫了后记者会，搁一摆表示习近平主席的讲话内容。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最重要的问题，处理好了，两国关系就能保持总体稳定；处理不好，两国就会碰撞甚至冲突，将整个中美关系推向十分危险的境地。台独与台海和平水火不容，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是中美双方最大公约数。双方也针对中东局势、俄乌克兰战争甲朝鲜半岛问题交换意见，佮同意互相支持今年举行的 APEC 的领导人非正式会议甲集团体峰会。在会议结束了后，两人到定去历史古迹天坛参观，两人共享一段文化交流的时间。面对美国记者提问，川普甲以前无同，是正赞赞。Great. Great place. Incredible. China's beautiful. 公司新闻单新闻朋友。讲到这届含川去到中国有17间的美国企业投人，也因为投资者拢伫咧看这传习会造成的影响，规个亚洲股市是起起落落。另外，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临时加入这访问中国队伍。根据着这路透社的报道，是美国已经批准包含着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和京东在内10间中国企业买这回答 H200的晶片，只是讲目前还未完成交易尔。美国总统川普带17间美国总集团上调美金的企业负责人去中国访问，投资人欢迎传习会影响办事。亚洲股市有起伏啦，大家方面，日经225指数开盘落了后，马上反弹，搁伫早盘交易时间创下63667.66点的历史新高。香港恒生指数是开盘起1.7%。韩国股市也起，香港资深市场观察家表示，希望传习会未带来任何意外。No difference whatsoever. I think the best thing is to preserve the status quo, do nothing.
这班甲川普斗阵去的美国商界代表团，有金融、科技、航空甲农业领域，甲2017年服用名单比起来，规模为19人减少到17人。重点明显转移，2017年名单能源甲化工领域占的人数将近一半，工业甲科技领域各有5人，显示迄时阵重点伫能源出口甲传统制造业合作。今年转向高科技甲金融业，加起来有14人，工业甲农业3人，显示目前转向科技、供应链稳定、金融市场开放甲数位经济等新领域来拓展。回答执行长黄仁勋临时加入川普的访问行程。路透社报道，美国商务部已经批准。包含阿里巴巴、腾讯、字节跳动甲京东在内10間中國企業買回答 H200晶片，每一個採購上限是7.5萬粒晶片。外聯想甲鴻海移開附屬空電分銷商也核准伫中國買 H200。美國的許可條款內底，買人應直接向回答或者是透過中間商買 H200晶片，毋過到即馬還未完成任何一筆交付。斗陣期的蘋果執行長庫克數據顯示，蘋果伫第一季的出貨量落伫華為的後面，即擺是穩定蘋果伫中國的品牌形象。各位接任執行長的硬體工程資深副總裁特納斯普羅，甲川普建立良好的關係。特斯拉甲 SpaceX 執行長馬斯克，即擺重點是放伫原地內部測試甲監管審核階段。特斯拉相關級別輔助駕駛系統 FSD， 希望伫今年第3季合規上市。公司新聞新錄陪朋友。繼續來看這淡江大橋，這奧多拜的車道跨度引起大家關注。就民眾質疑講，會等起來空間無夠2里半，也若通車的頭一天呢，就民眾倒佇咧機車道頂懸，用伊的身軀去讓這跨度，甲這過程鋪上網絡。不過，這款的行為已經違法了，就要接罰單。奧多拜一台接一台徛起伫淡江大橋的機車道，淡江大橋伫正式通車了後，或者在徛奧多拜往返淡水和八里之間的民眾省真濟車程。不過對機車道的跨度，大家感覺無共。是有一點點，但是就是慢慢騎其實還可以。我覺得還好，剛剛有2台車從旁邊超過去都可以。如果說想要讓別人超車的話，就偏左邊一點。淡江大橋機車道的寬度惹議，有民眾為了實測，就直接騎車上橋，在路中央橫躺，引發討論。有民眾質疑講，這機車道實際當徛的空間是無夠2.5公尺。伫通車第一天，就伫淡江大橋機車道直接倒落，切跨道佮翕影片發去網絡。不過伫車道頂懸倒落是違反規定。公路局伫收集事證了後，及時向警方檢舉。就是先收集這個相關的資料，然後目前已經將相關資料先移送給新北市的警察局的部分去做一個取締的動作。公路局嘛呼籲過路人應該照規定來使用公路，嘛強調會持續選擇淡江大橋的機車道，盡量莫並排騎車，也是凊彩超車。不過除了機車道的跨度引起關注，這兩天北部是定路雨，在地里長講有民眾去使用行人自行車道，感覺這路攏是淡淡骨骨。在剎車的時候，其實他們覺得有點過滑了，可能鋪面的關係，他們希望如果可以改善是最好，因為確實走起來是有點過滑。里長嘛講，有民眾為了翕畫面是凊彩對人行道下到奧多拜道去翕相，恐驚是較會發生意外。警方嘛提醒講，伫淡江大橋烏白賽車也是違規停車，會罰款3000以上6000以下，而且嚴格禁止伫橋頂停車翕相，也是停佇遐。記者綜合報道。新北市新莊早起8點外發生公安意外，這工地應架放起，有一個台灣工人對17樓關摔落來，腳骨骨折甲挫傷，送病院了後，目前呢是搶救生命穩定。另外一個越南移工就無遐好運啊，互落落來物件跌着，送病院了後，有關係救無回來。新北市公務局表示講，現場的安全防護做了無夠好勢，涉嫌違反建築法定規定，下令停工，懲罰9萬塊。吊車架也甲規頭髮應該一個吊起來。這個佇新北市新莊區新莊路附近的工地，14早起8點外發生應該倒來意外，有一個工人自17層樓管摔來，另外一個地面的工人被跌掉。8點半跟8點15分中間，我看到救護車、消防車聲音就出來，那一刻我剛好一打開，站了一下子，我就看到那脖子那個掉下，我就心裡哎呦，慘了，會不會被壓到？附近的徛家講，前幾天就看到物件落來，無想到講過幾天就發生傷亡意外。這件竟然是公辦多建案，方向建設興建，是地上27層總共33層的鋼骨大樓。結果體已經好啊，正在咧拆應架啊，因為最近天氣無好，
工人争议也搁伫咧评估讲，敢适合继续拆营架，无想到讲就发生意外。有一位本国籍的劳工是送亚东医院，然后另外一位呢是已经到院前死亡，然后目前呢工地也是全面停工的状态。对管的所在涉来是咱国的工人，主要是脚骨长期加身躯真侪所在受伤，送病了后生命现象稳定，留伫病院观察。因若伫咧地面和营架地着，送病了救袂大是一位越南籍的失联义工。工务局讲现场无做好安全防护，涉嫌违反建筑法等规定，依法下令停工，并且罚9万。土木技师伫现场勘查，讲营架顶头有囤物件。多出来的重量对鹰架本身是一个加载的荷重的影响。那这个拆除的过程是不是有一些问题我们确定是必须要再进一步去深入去了解、去鉴定、去探讨。土木技师讲，鹰架倒来原因也该进一步调查。因为业者因为涉嫌请失联移工违反就业服务法，将会移请劳动部劳动力发展署进行查处。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昨日呢，台北大稻埕码头附近有一个老阿伯跋落水，有一个文化大学的学生呢，随落去甲救，想袂到2个人拢沉落水底。昨有找到这个阿伯送病了后救无回来。因那这位大学生呢，消防局是今早起6点外，伫码头附近的便桥找到伊的遗体，因那家属也已经确认伊的身份咯。经过2天拍拼敲碎，今总算找到这个大学生，而且树林地检署指挥侦办理清死亡原因。文化大学表示讲，全体师生拢真悲伤也真唔甘，针对这个学生愿意伫咧危急的时阵来帮助别人，勇敢的精神表示敬意。讲到这中华文雅体育场去年爆出分普年动能事件，这销售范围有到9个县市，检方在今日终结，会甲圣诞的负责人，也有台中的两中2行涉任的2项起诉，而且声称不受犯罪所得。这会场内面无人也无过店叔叔，检法官被投向文雅体育场去年11月发生分普年动能事件了，自主停业到即嘛。检法地检署经过半年调查，14终结，认定体育场4单的负责人，台中两中2行的4人业者涉嫌制造甲卖残留农药超过标准的果卵，无互消费者知，用食安法加早期处在罪嫌起诉。诚信负责人与林姓蛋商已知超标，仍将鸡蛋批发给下游蛋商流入市面。案件经检察官侦查终结，以违反食品安全卫生管理法及刑法诈欺取财等罪嫌，将2人提起公诉，并申请没收不法所得。两中2行14正常营业，知影起诉的消息，业者法院网讲伊也是受害者，事先并不知影文雅体育场有喷药化，希望代志赶紧结束。是因为我们都不知情的情况下去载弹。对啊，确实是事主他自己有投药，我们不知情啊。检方讲，文雅体育场为着要解决2锅寄生虫过杀的问题，非法甲分普年用几多种农药透爆了，喷伫咧鸡舍甲鸡笼啊。去年10月开始，用一台斤28块半到33块半的计价，甲毒鸡卵卖互9个县市超市甲购物中心。中华县卫生局去年11月随时抽验，发现分普年超过标准，记当天通知移动管制。4单的查甫人竟然叫来做回信任的查甫人，甲160箱毒鸡卵卖互下楼的餐厅甲消费者。东亚不讲虽然是个案，不过采用方式嘛是爱检讨的所在。使用分普尼的部分，它只有局部的使用，6个笼舍，但是只有1条笼舍有使用。我们后续在采样点的分布有做一个检讨，相关的精进措施会跟食安办这边还有食药署这边再来讨论。农业部15月初，卫福部、食药署、环境部重新检讨自牧场一直到市面上卖场的这个部分，并且对行政院食安办公室汇报真正作为，避免再发生这种代志。记者综合报道。讲到即马呢，这食毒塞车情形是愈来愈严重。警方呢虽然会当用这喙烂快胎初步判断敢是有食毒，那准验出来敢会当当作是现行犯，甲人抓起来咧，这规范是无明确，也造成台中一名可能是食毒塞车的驾驶呢，怎安尼就甲放走啊？那警政署13宣布上届新的作业听书，那准是毒品喙烂快胎出现阳性，或者是技术检测，拢会当当作是现行犯，甲人抓起来。轿车驶伫高雄三民区的民族一路，车头一直歪来歪去，无偌久就弄到分隔岛。我已经咧爱困啊！代志发生伫13透早，救护人员到场的时阵，查某人讲伊是疲劳驾驶，无需要去病院，但是却互验出毒品快胎阳性，互警方移送法办。
对林男使用毒品脱衣快筛试剂进行检测，结果呈现2级毒品甲基安非他命阳性反应。食毒赛车的案件一直发生，但却毋是逐件拢会当甲嫌疑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因为食毒赛车必须要请示检察官对嫌疑人做药检，确认阳性了后才会当移送。毛祖生1月下旬的时阵，台中2个警察逮捕食毒赛车的嫌疑人，所以因为无虽然副药检的报告，互警察队固守了放人，涉嫌恶意放人，互移送法办。为了改善这个状况，13开始，警政署公布新的作业定书，毒驾是经过吹脑快筛阳性，是固测了后认定对方无度安全驾驶，会当照现行犯时阵现行犯逮捕。发现这脱衣快筛，它的准确率是非常高哈，所以足以供我们司法侦办的依据哈，所以我们就修订了我们脱衣快筛还有毒驾执法相关的程序哈。警政署的数据显示，讲2025年食毒赛车的件数是2024年的2.3倍，而且是一直传出食毒赛车第4案。这个月初，中华一个细个的查甫人食毒赛车弄起机车，造成2个人死亡。毒驾的吹脑快筛在2025年11月下旬上路，会当初步来判定敢有食毒赛车的行为。所以因为早期是反倒快筛的准确度，无法度直接甲人照现行犯来逮捕。即马实行半年了后，确认准确度是真悬，嘛互警政署对咧调整，互第一线的同仁有更较明确的执法标准。记者综合报道。讲到这雪山崩坑通车了后，北宜公路车变较少啊。毋过变做是讲骑重型奥多拜赛跑车的民众会走去迄个所在飙车，车的噪音也影响到居民的生活。县政府去年呢有采这噪音翕相，想袂到到单才掠到12件尔，引起质疑。环保局讲会讲评估，讲看是要来刷位，或者是加采规矩来加强执法。民众透早摕手机对外口翕，就会当听到真大声的车辆噪音。来源就是北宜公路9弯18弯，国道5号通车了后，北宜公路正做算跑车也是重型机车的所在。不过带来的噪音和附近的居民是真困扰。就轰啊！会被吵醒吗？吵醒习惯就好了，就好比说你住在铁路旁边一样的意思吧。它那个噪音会很吵，吵到没有办法睡，就突然被吵醒。晚上的话一定会。经过地方争取，县府去年起伫北宜公路出口迄带设置声音翕相科技执法的设备，若侦测到伤大的噪音，会照噪音管制法处罚1800块到3600块。不过根据县府环保局统计的资料，到今年4月底为止，总共客载40万1065台车，不过违规超标的数量竟然敢若12件。有民代质疑设备设置的地点已经离开北宜公路闸门出口，车辆大部分已经减速，掠到的违规行所在才少。县府环保局应该检讨设置的地点，甲想出配套来减少噪音的违规。那我们会希望县政府在这件事情上，是不是可以有目前所谓的噪音的照相的这个设备之外，有没有其他更好的配套方式来早一点杜绝这样子的影响民众生活品质的一个事情？后续会来评估，针对这个影响的范围，看是要做我们现有固定式声音照相的一致，或者是在视这个影响的范围需不需要来增设来。宜兰县环保局表示，目前设置的执法设备确实较晚宜兰那边，后续会阁评估是不是爱刷位，也是针对噪音主要的来源，增设执法的设备。记者综合报道。来看这条新闻进前，提醒来观众朋友，若总有青份人甲你接近，拢要特别注意哦。这彰化溪湖有一个姓杨的查甫人，涉嫌用这监控摄影机，甲伊倒伫咧崖面顶悬去偷翕查某学生的裙底，互人以现行犯抓起来。初步估计，伊犯案的时间已经有3年啊。专家也提醒讲，若总有条工挖过来，就要特别注意。是大人甲这个穿条纹衫的查甫人叫伊莫走，因为头国中的查某囝讲，家己入去超商了后，对方就一直甲对调调，下下佫疑似装监控镜头，可能咧甲人偷翕裙底。女儿一进便利商店的时候，就从头尾随，紧贴着我女儿的身体，然后鞋子贴很近。摄影机画面是看到她大概从头到尾大概偷拍了3分钟，拍她裙下风光这样子。代志伫咧顶个月2日发生的，伫咧彰化溪湖，一个31岁姓杨的查甫人，涉嫌甲查某囡仔偷翕，互同学发现伊的行为真怪奇。家长甲警察接到通报，赶紧赶到场，以现行犯甲逮捕。民警甲伊的电脑甲手机扣押，发现犯案的时间有3档，受害人数是真恶算。检方以违反刑法妨害秘密、儿童甲少年性剥削、防制条例罪嫌，甲伊声押。
被害人察觉有异，报警后以现行犯逮捕。本署检察官讯问后，认涉犯刑法妨害秘密、儿童及少年性剥削防治条例等罪嫌，声押获准。台中市妇幼警察队表示，偷窃是指无因果、无目标，利用工具也是设备，无经过当事人的同意，用暗藏的方式偷窃，偷看人身体的私密部位。嫌犯主要拢伫咧人较侪的所在，譬如讲商场、电扶梯，也是大众交通运输工具。主要是未经过当事人同意，然后刻意对准隐私部位，然后并以隐秘方式进行拍摄。一般45公分到120公分的距离的话，其实你很难察觉。犯监控摄影的专家就提醒，偷翕的镜头会当藏伫咧0.2公分的孔内底，若是有人挑伊个挖进，行为真怪奇，就要提高警觉。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屏东有民众呢，39年前买厝，想袂到这地主过往了后，地主的查某囝说过因侵占土地，就要拆厝兴地。这个厝主呢是提出证明来拍官司，那法院是认定讲地主和建商合起进前呢，无可能唔知影这土地情形，买手就判这地主的查某囝败诉。这个啊，就是他当时买这个庭院啊，庭院完工啊，要缴钱啊。提出一大沓买厝证明、旧相片，甚至是当时的广告单。屏东市自由路的巷仔内，姓王的厝主无奈表示，39年前开钱买的厝，即马煞变成霸占土地。原因是当时卖厝广告，甲车库部分的私人土地，拢规划做正常使用范围。住户住遮这几年拢无代志，无想到前地主过身了，地主的查某囝2023年就提出告诉，要求4户爱拆厝兴地，厝主完全无法度接受。他爸爸在这里跟我们是邻居。将近40年的时间，从来也没有对我们提出告诉，因为我们不知道土地是他家的。如果知道20年前在法律一个追溯期，我就对他提起告诉，双方能够达成协议。对啊，比较释怀啊。官司拍3年多，屏东地方法院伫5月初时宣判，认为地主当时和建商合作起的，无可能唔知影土地的状况，判地主查某囝告输，唔过会使上诉。厝主讲，经过县府教场定量，才发现4户徛家内底的车库大约17.6坪，是属于私设道路，因拢按照正常买厝的定数行。感谢法院，算是下因一个公道。受理台湾屏东地方法院的嘱托，来办这一件拆屋还地的现况测量测绘之后，把这个成果图交给法院作为判决的参考。虽然屏东地方法院判地主告输，但土地确实是算私人地，住户唔是故意，而且已经住要40天，厝主唔免拆，但是爱纳赔偿金。后续会和地主协调买地的计数，若佫敲袂好势，佫由法院裁定计数。记者柯炳哲，屏东报道。台语有一句话叫做“新温金北港炮”，这新温金就是迎客王冲水路。来看这家己原定的民俗文化资产新温嘉应庙冲水路迎客王，到达有200年的历史咯。有几多百尊的新尊去冲水路迎接客王上花，热力滚滚，咱做伙来看。看到炮声甲众人欢呼的声音，嘉应庙用爷所做的新桥做成落水迎接客王。后壁桥板才搁一个接一个，扛桥落去王船尾头，计共4000多位的信众甲民众，搁有数百尊的新民，要来迎接在无形王船的客王上花。咱的海口遐有2只王船吼，来到咱新运的外海。啊，阮的大天水手应付潜水，搁阮的游天龙宫就甲邀请入来阮庙的做客。啊，这项传统已经有差不多200档的历史啊。嘉义县布袋新运嘉义庙，前一道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为旧年3月26开始，连续3天会来举办文化庆典。除了邀请民俗艺文表演以外，上有代表性的就是13这天冲水路迎客王的特殊传统仪式。特地回来看，只有我们这种地方才有，因为就是阿嬷家的习俗，新温的小过年。人逢喜事精神爽，但是拢爱行一个，才会身体健康。冲水路迎客王的活动，源自新运嘉义庙供奉的22尊王爷，其中2尊轮流坐进庙内，13尊顺手海域，7尊顺手山区。相传逐当旧历3月27王爷圣诞，20尊的客王会伫无形的王船对着海场礼拜王船尾头了后，才去到嘉义庙来做客。特殊的仪式，唔若请做沿海地区的信仰，嘛展现出地方宗教的文化特色。记者林慧婷嘉义报道。
川协会的时阵呢，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甲美国总统川普强调，台湾议题若准处理了无好势，中国和美国就会起冲突。来来，行政院士回应讲，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台海和印太地区唯一的无安全因素。外交部也回应讲，台湾会继续和美国也有理念相外的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那总统赖清德今早起出席活动的时阵，也特别讲到地缘冲突，讲这依军是保存战略的关键。总统说到开会掌握川习会。对川习会讲到台湾议题，总统赖清德参加国军桃园总兵激动前医疗大楼落成启用典礼，宣布正面回应暗哥伫致辞时，特别讲到地缘冲突这军事是保存战略重要的关键。战伤的救护我们要持续加强，这个我们绝对不能忘。第二个呢，学品的供需，这个是非常重要这个军品供需的抽血站输血站，这个工程务必也要如期如此完工。针对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向美国总统川普讲到台湾议题是上重要问题，处理不好，能够对上卡甚至冲突。行政院发言人以会旨回应政府正面看待，有助区域经济稳定，管理维权扩张带来风险。管团队也甲美方保持密切联络，美方也表示对台坚定支持立场。中国的军事威胁才是对台海以及印太地区唯一的不安全的因素。持续的强化国防，有效的共同的吓阻，才是确保区域和平稳定的最大关键。外交部回应台海不稳定唯一因素是中国维权扩张主义行为，台湾继续甲美方甲理念接近的国家合作，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在岸要求国安团队就各种情形做好沙盘推演。当6项保证被挑战，而军购的这个金额或者是军购是否成就变成谈判的内容的时候，其实对于中华民国的国家安全都是非常大的冲击。我们会关注的是习近平会不会利用我们立法院上个礼拜5的投票的结果，来要求就是美国，那当然就是有任何的在军购上的，我想这才是最大的风险。民进党团干组长曾水雄表示，中国是印太地区上大威胁，美中两大强权亲像两只枪，开讲比相拍较好。台湾是爱观察美中后续的发展。记者综合报道。李柏年在野党团合作，甲这国防特别条例贷4700亿，国防部表示讲会影响到台湾基顿的设置，无法度来做这40公里以上空战的飞弹做指望，而且呢，这弹药库存无到120天，真容易就失去作战能力。行政院长杜永泰是提出改方，指示这国防部搁再提出特别条例，追加预算和扩大年度预算等3种方式，伫咧合法合规的情形之下，赶紧来做。无人机作为国军的新兴战略，国防部原本要透过1.15兆特别预算，采购无人载具 AI 系统整合，按过伫款议案来通过7800亿，在野人手三度毁灭上国再来4700亿。国防部10时对外说明，互国防战略出现缺口，三大部分包含强攻飞弹、滨海攻击等无人机、无人艇、可携式无人机反制系统，只管决策是提到 AI 辅助，部队各自套件台湾战术网络，另外弹药、机动作战器材。负责战场检索的瑞星自行等多种的无人机，也被封杀。在野国三独台美共同研发加采购合作，没有演，没有，然后也没有充分的营养。那即便是拳脚的部分，这个也是一样，这个脚趾头、手指头，这个各断了很多个部分，其实不是过了62%，它对战力的打击是没有办法估计的。预算3度增加，国防部表示无法度建立40公里以上空战的飞弹垃圾网，影响台湾基顿的建构。甲面临中央海空封锁，咱的弹药存量无到170天，开始失去作战的持续力。行政院长杜永泰提出再检讨方案，要补助4700亿的空棚。是否再提特别预算？是否追加预算，或是采行扩大年度预算规模的各种方式？在符合宪法及预算法的规定之下，我们紧速的回应。在一般预算里面，有一些计划性预算，可以跨年度的预算来去培植我国的国防产业链。行政院不论是应用哪一种因应方式，都能够跟国会做完整的说明。针对海马速度公会前第1期的钱8亿，31特别告急，按过立法院目前也无通过预算案，时间紧张面临促销。我们会紧速
协调，请院长带着我们国防部到立法院去实施一个这个专案报告。之后，我们会编制我们的预算书，会先呈报到行政院这个地方来审查。陈文清表示，要并月底完成户籍，在紧迫情形之下向议完成报告，并且预算书经过正义审查队申请动机，有必检视应变方案。记者综合报道。今日台股呢，盘中捌起超过800点，上悬来到42205点，最后是收在41751点，起377点。台积电的股价起50块，收在2270块，而且今日召开台积电技术论坛，释出基本面利多，强调科瓦斯良率已经达到98%，而股三纳米技术有机会成做今年营收的主要来源。要那今日外资停止连4卖专做买超大约45亿。分析师表示讲，今日传习会活动释出着正面的信号，和本地市场烦恼的风险暂时来降温咯。继续来关心这落港的消息，这日本的化妆品公司资生堂12宣布，新竹湖口厂会先资遣一部分的员工，按算伫咧2027年下半年要收起来。新竹县的劳工处也证实讲，已经收到资生堂大量解雇计划通报，目前经过审查，拢有符合法规。不过前几天呢，才有这日本做车链的大公司普利司通的湖口厂讲要收起来，外界也烦恼讲呢，这台湾的制造业当咧衰退。学者是认为讲，即马传统产业是避袂过高科技产业，转型是真重要，也爱以全球供应链的布局，成做一个出发点。平常时下晡工厂内部正常运作，这是伫新竹县湖口乡的台湾资生堂股份有限公司，就是日本化妆品公司资生堂伫台湾的生产基地。不过，即马方正式对明年开始工厂都要关起来啊。比一般法规定的时间还早送进我们县府。那它会分2批，就说明年的2月底跟8月底各一批做资遣。那影响的劳工人数是100多人。新竹县政府证实讲，已经收到大量解雇通报，经过检查条件拢符合法规，而且已经核备，接落来要伫10天内和劳工达成协商。目前规划伫明年第1季进前就停止生产，而且伫第3季正式完成关工厂。资生堂的声明是指出讲，这是为了最佳化生产和物流体系。新竹的工厂关起来了后，会刷去日本业务关的罗斯工厂顶地，希望提升全球工厂的运转率。该烦恼台湾的团扇进入衰退期。外商其实现在也开始看到，就是传统制造业在台湾，它在发展上面的一些困境。其实它现在在日本的生产成本并不会比台湾贵很多。那因为主要是汇率上的一些问题。学者分析，台湾半导体产业带动起型经济结构真明显，即嘛是包括人才大环境面，拢真歹和高科技产业来竞争，初步的转型就承受压力。加上部分团扇的竞争对手也面对规模经济，一定要以全球供应链的布局出发，考虑做扩大经营，兼顾高级化和规模经济。像我们的失业率前三个月平均起来大概3.32，大概是历史上的。还是非常非常低的水准。等到官场确定以后这些员工他们的意向怎么样，我们来做一些协助。另外，11正式关起来太阳大厂普利司通新竹厂，新竹县劳工局表示讲，在工会要求之下，普利司通有互因正面的回应，提供更较好的资遣条件。已经有99%这么侪劳工接受有利方案，目前还未有劳工提出争议的状况。顶个议员罗美文提醒讲，团扇是吸纳大量的就业人口，呼吁相关单位加速应对，避免对长远的生计造成冲击。记者综合报道。讲到最近爆出着这EP诊所甲人偷袭的事件，行政院长杜永泰今仔日伫行政院会召开时，要求各部会和地方政府针对牵涉温书的医疗场所，要主动查核。若准发现讲违规偷袭、侵犯温书等行为，就要随来查办，也要避免这影像泄露出去，造成第2届伤害。大门锁起来，爆出疑似偷袭的EB集团2二下海高雄分店配合调查暂停业务。高雄市府是完成全市43间医疗院所检查，查到2间分店疑似无经过同意，迄边将身体温书命令停止医疗业务6个月，要加群EB集团指控市府高强度检查是假检查真数查，市府也回应第3间加群诊所内底。发现有高达133支的监视器，会调查事情了后扣办。目前查获艾尔利集团2家诊所及1家光泽诊所
一未经同意及摄入涉及民众身体隐私部分，已依法处办。他们想要去调阅一些跟这一次针孔摄影机无关的一些资料，要求我们的店长要签名，觉得说那个跟这次的针孔事件无关，不能强迫我签一些我不敢签的东西。因为伊比诊所偷袭事件滚价，行政院长杜英台电议会内底特别指示，要求各部会甲地方政府针对牵涉温书的医疗场所主动查核，对牵涉温书场所偷袭零用款，若是正当需求，爱护民众同意，也检视法规是不是需要补强。我们对于任何侵犯隐私的偷拍行为，绝对是零容忍。如有正当理由及需要，要留存录音的影像，应该公开的来标示。卫福部也甲地方卫生局医界开会讨论医疗场所的温书规范，提升包含禁装灭毒器、公共空间影射监视镜头，也是诊疗室跨境等的高度温书同意了用录影。按过手术室等高度温书是禁止录影，有教学目的，各地病人得到同意了后才用翕。密录的这件事情就是违法，查到就是送办。所以我们卫生局在查的是查合法的，你有没有照这样子的程序？这样其实也是保护病人，也是保护医疗机构。卫福部强调，规划伫3个月内，针对医疗机构的温书恢复规范做执行更新，提供卫福部公办的书面同意书范本等内容。记者综合报道。讲到3班后备比确定立法，总统赖清德宣布，对明年5月20日开始会分阶段施行。不过医疗团体搁再提出质疑，讲这款的计算方式会害因过劳，这过劳情形有关是无法改善的。医疗法修正案通过，3班后备比正式立法。总统赖清德也宣布，会伫明年5月开始分阶段实施，来推动基层。不过，真侪护理甲医疗团队搁再指出，根据目前医疗法主法，医疗机构设定的标准是明定3班后备比用平均计算，加上病院事后会当家己填报等等的制度，有关真侪空窗，实际上恐惊真歹改善护理师过劳的情形。严重超标，病人的安全置于一个非常危险的境地，全部每一天的护病比数字加起来平均，所以计算出来的一样会是未达1:13的标准。那现在这个通过的制度就是这么的荒谬。医疗团体记得，即卖平均3班后病比制度，多数护理师伫大夜班，实际照护的病人比法定的标准搁较侪。只要透过专院的平均、专柜的平均来计算，后病比就失去意义，可能无下实际的状况，敢若符合小民的数字。另外，病院搁会当甲无直接照顾病人的行政护理师列入去后病比的计算，互数字较好看。还有病院事后家己填报数字的制度，这也无法度有效，而且即时监督实际的情形。实务操作面，各个病房要去填报这个东西，会有及时性填报的困难跟那个限制。部长是指示有部立医院先找几家，然后目前在跟我们的资讯处在谈这个技术上，可能比较能够实际呈现这个护病比3班的一个数字。针对3班后病比，敢应该用专业平均来计算，各界有无同的看法。有病院的经营者烦恼讲，因为病房的着相甲病人严重程度无同，真歹全部符合规定的标准，希望依此专业平均后病比。卫福部也强调，这是2024年讨论得到的上大共识。每一个病房的性质无同，重度甲轻度的病房差真侪，才会采用3个班分别计算，全部病床的月平均来做计算的基础。记者综合报道。思觉失调症的患者可能会出现幻听、黑白乱想这个症状，常常互人误解讲掠准是人格分裂。不过医生也指出讲，这是完全无同款的2种病。思觉失调症的患者会当透过药啊控制病情，恢复正常生活。那对这思觉失调症有一寡负面的讲法，可能会致使患者唔敢去互治疗。医学会就建议政府要强化大众的身心健康教育观念，让社会对精神疾病有正确的认识。怎么会有一个长相一模一样的人出现在我面前？
有视觉失调的患者讲，常常会听到幻听、黑白受，嘛影响到生活。有医学会针对视觉失调症做一份认知调查，发现15岁到45岁的民众有9成拢捌听过这个病。嘛有真侪人掠准讲，视觉失调症是人格分裂。医学会强调两种病完全无同款。视觉失调症是荷尔蒙失调、遗传等等的因素，造成大脑思考、甲知觉功能运作有各样。让社会大众认识精神疾病，然后及早的辨认出来，协助他们就医，甚至是避免因为污名化而妨碍他们持续的医疗跟社区的一个精神复健。医学会指出，视觉失调症较较发生伫青壮年的阶段，不过社会污名化，常常互患者愈毋敢找医生治疗。伊嘛建议政府要强化社会大众的身心健康教育观念。有医生强调，确诊了后的2年到5年内是治疗关键期，除了食药治疗，袂当用注射的来控制病情。光针剂只是稳定症状的第一步，你症状稳定了以后，你功能要提升。你功能要提升的部分的话，就是要训练，你要训练，要参加活动、参加课程，你失去的功能才会慢慢的再长回来。医生指出，稳定症状是头一步，嘛建议患者会当透过卫福部设的心理卫生中心上功能训练课程，协助患者恢复稳定的生活。记者郭金勇、志光台北报道。台南关山顶日马祖山有举办绕境活动，其中一个顶头12星军团的毒蛇星军，手确实掠一尾活的乌白金蛇，这是3级保育类的蛇类，也引起争议。相关单位目前正在调查，也提醒咱的观众朋友，袂当掠这的保育类动物，也袂当去甲烧了，违规上当会当罚到100万。顶礼拜日，台南关山举办天后宫妈祖绕境活动，吸引真侪信徒来软桥卡。不过网友伫网络铺一段影片，一支12星军顶头的团队，其中一位扮演毒蛇星军的家长，手提一只活体乌白金蛇咧绕境，互真侪网友热烈讨论。民众看影片，感觉讲实在是太危险。我觉得蛮可怕的，就是那个蛇跟它的距离很近，然后也不知道会不会突然有攻击性的行为。不离个乌白金蛇红地做是第3类保育类的野生动物，袂使甲因交了嘛，袂使凊彩掠，若去用查到，会依照野保法来挡罚。它的处罚的一个部分，大概就是属于刑法的一个6个月以上5年以下的一个刑罚，并科罚金20万以上100万元以下的一个罚款。这段影片嘛引起林保署关心，已经委请保持总队台东分队来侦办，会约谈相关的人员到案说明。记者综合报道。来看台南白河的莲花季，后礼拜2、3特别举办咯。去年受到这气候甲病菌的影响，莲子收成歹，莲子收成歹，而且是剩无到一半。加在今年呢，这气候有较好，无欠水，产量也比去年佫较好。粉红色莲花伫底下来摇来摇去，这款那像画图的景象，都是台南白河这阵上水的景色。去年其实白河农民的心情并无理想，受到极端气候和病菌的侵害，莲横面积收加无到150公顷，收成剩无一半，莲子绩效嘛对得起。那今年因为气候稳定，莲花横面积增加到182公顷，比去年加30公顷。莲农委会认为说，应该是去年那个莲子采收，还有莲藕粉应该在农会，它可能也会保证那个价格一个收购，所以可能就是大家会比较有意愿种植，反而比去年还多。2年都很惨。2年，为什么2年都很惨啊？2年都是台风气候坏什么都不好都种不起来了。种莲花农民讲，今年主要是闪过欠水期，加上年初气候稳定，不过有部分农民认为，和英国同期来比，莲花也是开无够旺，希望通落寡雨，才有莲子通收。正做全台湾上大的莲花产地，白河产量占全台的1/3。以目前一分地会当收400至600台斤的大壳的莲子的水准，希望收成会当让农民满意。有的是我交啊，有的是无啊。了解。所以今嘛是烦恼讲太久。本来是5月嘛。对。现在都提早，可是。提早开花就对了。对啊，也是没有啊。没有籽，没有莲藕，没有花，没有籽。一年一度的白河莲花季摆伫5月23圣大顶场，今年除了市集画图比赛和音乐会，现场嘛有安排爬莲子、采莲子的农村体验活动。相关单位希望透过系列活动行销农村再生，嘛，让大家感受莲花故乡的特殊好风景。
记者苏台南采访报道。联会看线，咱来看奶鸡，这高雄大树的玉荷包开始伫咧大出咯。不过最近却传出讲，这奶鸡呢，互人偷办，甚至有农民规站的玉荷包，互人压了了，算10万外块，要去报警察咯。警方讲会加强暗时的巡逻。高雄大树这区奶鸡园，看过去拢是特别好办的玉荷包。农民原底后礼拜要开始压，13透早来巡航，所看到有路的这站已经互偷压了了。农民讲，因过捌发生过，这个是因为隔壁王来园要修成，伊甲铁网啊救开，路卡路方便人行，哪会知影会去好调查啦？那伊一斤2仔来算，损失差不多1万外块。你要装伊要等你啦，你若要甲伊偷办，你无法度，真正无法度的。尤其是。跟围网啊是为君主的啊，小人你嘛是要被解问嘛，解问入。迄网啊，甲伊加歹，啊就遐入去，啊后壁加一遍，拄啊2遍。是吼。都人听咧排安尼。哦，所以你嘛即个烦恼讲，即马等咧好价。哎啦，迄个头版你讲啊，就查啦嘛，无啥物路用啊，就当红版好版安尼。大树的玉荷包一年收一水，见摆那个采收期，贼仔就开始上空上芳。农民从头班甲惊，规气家己斗监视器，因为这2天小刷接到农民来တင်情，在地议员也伫面册大文批评，认为警方的护农专案做了无够好。隔壁屏东县早就已经启动，咱煞也无啥物动静。啊，那分局是讲，伫咧这礼拜一已经启动专案，也来加强暗时的巡逻。针对辖内山区果园、产业道路等处，规划绵密巡逻网路。尤其加强夜间巡守密度，并针对可疑人车落实盘查。农民讲，真无简单，今年玉荷包的收成量有较悬，想讲会当卖一个好绩效，因为贼仔拢是半暝来偷压的，若有法度的人就会到监视器，也是加巡规抓。亲像伊已经有会数啊，真正袂堪哩。记者柯家族区朝阳高雄场报道。台湾历史博物馆20年前有收藏一批日本时代的电影底片，也捌把这影片修复过，出版做 DVD。不过这修复画质无介好，2年前因搁再和这台南艺术大学合作，透过新技术来修复。其中有5支的日本时代电影底片，会当提升到4K 的画质。昨日下晡要伫咧台南的专美戏院举办先购发表，带民众做来看这100多年前的台湾生做什么款。1930年。嘉南大圳在历经10年的建造后完工。湖边影上有火军车经过，阁有一大群人头戴龟梨啊，伫咧贴石头。这撮幸福的农民是1930年日本时代总督府为着宣传嘉南大圳对农业的好处所翕的影片。台湾历史博物馆20当前有收藏一批日本时代古里木底片，内面有记录真侪台湾正100年前的人文风景。史博馆捌伫2003年甲台南艺术大学合作，甲底片修复出版做 DVD。2当前双方阁进行第2届的修复工程，甲5支底片的画质提升到4K。昨日下晡要公开放映，带大家来看日本时代台湾。咱即摆看到拢是相片，但是实际上结婚的时阵，咱是免啊嫁娶，迄个过程嘛无意识当中就拄好，因为虽然是宣传的影片，迄时阵拢是日本政府、日本人做的一种影片，但是嘛，甲咱台湾人的风俗拢甲记录落去。对那个时候日治时期的台湾有更进一步的了解，因为它有影像跟声音，所以就会比较清楚。有重要建设、有商业建筑、有老百姓生活记录，经过修复的影片，和一寡细节的部分看甲愈清楚。这拢是台南艺术大学的团队用2天时间，一个片架啊，豆豆啊雕出来的。底片有登去的所在，都爱用贴布接起来，边的片孔有起角嘛爱保护齐全。南艺大团队强调，这批底片会当讲是国宝级的，佮加上是硝酸底片，温度上悬会火烧，都连运送保存嘛全功夫。沿路东西当然给阮会场，就有专人去监视加阮下校经过路线咱有安排。史博馆表示，这5支影片就亲像是古早台湾的导览手册同款，欢迎民众拜六下晡小招来全美戏院，透过老电影，搁一摆来认捌台湾。记者李新武、柯家族、柯超雄台南采访报道。来看这新闻，讲到这邮轮的传染病烧话事件，即摆搁再加一站啊！一只歇伫咧法国港口的英国邮轮野心号，逼出诺罗病毒未来未去的情形。船顶有90个病例，有一个92岁乘客死亡，也若证实讲含感染是无牵连。经过检测，目前法国已经稳准无症状的乘客落船，若船抑搁有症状的，也是爱留伫咧船顶隔离。
法国游船红迪亚斯号最近爆发汉他病毒，引发国际关心。12停伫咧法国西部港口波尔多的英国的游船亚心号，嘛逼出有落到病毒的集体感染。一个92岁英国的乘客11往生，证实和这波感染无关系，因为船顶已经有50个人出现甲急性消化道感染要讲的症头。法国官方就要求游船必须爱采取隔离的措施，船顶1233个乘客，也有514个船员拢未当落船。C'est un arrêt cardiaque chez une personne très âgée pour lequel la réanimation n'a pas permis une reprise des fonctions vitales. Cet arrêt cardiaque peut être lié à de multiples causes. 这只亚心号游船是属于英国大赛游船公司，这间公司的官方面册就显示，亚心号车8为贝尔法斯特出发，停伫咧英国利物浦了后，车9就离开啊。船顶大多数拢是英国籍，还有爱尔兰人。英国在地卫生部门就表示，禁止乘客落船是暂时的。经过监测，法国政府已经解除封锁，但若温船完全无症头的旅客分配落船进行华顶的观光，也若身体无爽快旅客，就必须要继续留伫咧船内，强制隔离，交予医护人员来照顾。All of the people that have symptoms have been kept in their cabins. They have been looked after by staff, and water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food has been brought to them. Whenever the food is finished, it's wrapped up in a proper bag, left outside the door, and then properly disposed of or cleaned or whatever they do. So, all good. 也那红迪亚斯号最近爆发的汉他病毒，13经过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证实是安第斯病毒株。这个病毒株是人甲动物互通的传染病，确是目前唯一已经知影会当透过密切接触人喂人的汉他病毒株，致死率有50%。欧洲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表示，目前无迹象显示红迪亚斯号顶头的汉他病毒甲已经知影的病毒株有无共款，所以是一件单一的动物喂人的事件。公司新闻新乐培编译。咱做伙来看明仔载天气。基隆、台北、桃园、新竹对22度到23度。标日台中、彰化、南投、云林对22度到25度。嘉义、台南、高雄、屏东对23度到29度。宜兰、花莲、台东对22度到27度。平湖、金门、马祖对20度到25度。还有未来3大气象。新闻最后，感谢各位观众朋友收看今日AM新闻，我是嘉豪，明仔暗时7点咱再相会。